台南的饭店假日时歹订房，市府观光旅游局特别推出平日的大房优惠专案，只要伫个4、5月份来台南，就会用享有带一暝送一暝的优惠。总共有53间台南合法的业者来响应，包括民宿、旅馆，甲伫龙野区等。有都说台南住宿是讲价值的，不讲价格的。不过价格还是有点会让人家心动哦，成为一个入住那个城市的诱因，这是第一个哦。那第二个，大家说，既然是住一晚送一晚，为什么不讲？就5折就好啦。哦，咱台南的业者吼，算足真呢，伊嘛算足多哦。这个大一暗吼5折，伊明仔载唔知要撇去对啊，就等于2天1夜尔。若住一晚送一晚，迄就无共哦，同款都无共师傅哦。除了大房的优惠，另外市府还阁加码赠送经典的泰迪情侣提灯予业者。作为即届参加优惠大房的游客加码礼，因为房间数龙野区甲着提灯拢有限量，市长提醒民众要订就要紧。住1天送1天，这个是非常好的，因为台南这个古都有400年的文化底蕴哦，这个住个1晚上哈，觉得是不过瘾，而且根本就是走马看花。那至少要住1天送1天，如果你要住2天，我们也送你2天也没关系。好，要深度的旅游，而且细细的品味。但是因为我们限于4月5月的平日，因为平日的话哈，这个房间比较好订。在假日的话或周末的话，即使是4、5月，像春假，根本就已经早就订满了，所以根本就订不到。所以呢，在台南许多深度的旅游值得你来。那许多这个非常非常值得尝试的路线，不管是山线，不管是海线，不管是文化线，不管美食线，或者是西北农村线，这些都有不同的路线，都有不同的体验。所以欢迎大家4月5日来我们53家这个参与的旅馆以及露营的地方、露营点。都来参加4月5日住1日送1日，要买要快哟！53间的业者有星级的旅馆、民宿，甲着露营区等，亲像老爷行旅、甲福尔摩沙游艇酒店，住2暝唔免6000块。另外3间合法的露营业者，嘛提供一顶住2暝只要800块的超值专案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把握机会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